我还下本去呀，第一天就要将你吃死呀！范楚哥，你一听是烟黑牙老太，打了你20太板，你心中唔甘烟，故说在我面前讲这个废话，是无？哟，孙先生啊，我还真见通杀人呢，没事啊，怎么在人面前讲其废话？哼，好人难做啊！哼，我就唔相信。范楚哥，拜托你，老我努咩？哈，我没会做乜嘢呢？我爱下天书啊！你真见我下本猛虎嘛？唉，算了呀，我讲较多，你也唔相信啦。呸呸呸！范楚哥，你有乜安尼呢？用哪个口水呀？你们写较面啊？好啦好啦，唉，太我下咯呀！花将天边天书传，真天归国是文公，三干表家。孙强奉了公主之命，带四公子出来游了。看时间不早，不宜赶家，转来去。哎，你们春雄嘿，范楚哥，你会现在不呀？我呀哈带四公子出来游了，再转去请公主。也会嘿。哦，佢呀就係孟府嘅恩愛春雄啦。想必你就是孙先生，唔知你嘅腳有較好冇？多謝關心，又較好咧。誒，你書中男嘅係？哦，也就是你嘅詞語，名分萬英，再過3年就13年咯。順便吧，順便吧，我爸喊你寫3段6級天書，你唔好寫哦，你要做寫就做寫，慢寫就慢寫，唔寫就唔慢寫。奇怪，公子安息，你會講法，公主，當見此事真稀奇，孟明恩為公法義，說同係不可下天書，做相係送俾愛做事。你看啊，愛講嘅話你唔相信，你下孟西長嘅睇嘅聲嘅，生生記記啊，係你阿伯，係你唔好笑，做下會做事，看愛冇騙你吧？歹勢啦，係愛對你失禮，上愛師傅有交代，講愛那有遇到乜嘅困難，
就将木盒打开来看看。范主公，麻烦你件事，我平常水木的枕头下有一个木盒，拜托你老我拿过来好么？好好，我俩就落去拿。这个打开来看，孙先生啊，你看啊，这下面肚有药诶，药诶上下的，此药可服犯错。范主公，请你给老我过药的。好好好。孙先生啊，你下感觉用办啊？你下脚唔会痛嘞，听起师傅点解有困难，将素艺木盒来给背啊？哈，有样冇样啊？俺就生气哦。还有一个惊龙，ให้我看来。有梦山中，归国前，告了孙膑一망天梯垮了，永中宫，三宫天书啊！哎呀，망견，你真是不狠的心嘛！梦啊，虫啊影，叽叽高啊！天父子啊，谁呀？用心麻木啊，用爱头啊出，望见那。主公，俺对你真实的已经俺全部明白了。俺师傅对俺而家做空点手乱，请你老俺听书。哦，哎，上看啊！哦，有嘞，俺来教你，后脚爱出。前脚爱埋，拿乖棍呢当做单杆来开，拿扫把、卡把当做弦呢来挨，后背冲就后背来，一切拖动了后，我就去禀报驸马，公一下天书啊，下到实现不点，我太闹莽夫。好，一切将范主公送人来判。感谢范主公，唔爱啦，
不过你那个脚真係唔會痛嘅係。唔會痛咧。好，今日聽日一路去打扮。升一點位哦，孫先生，升一點位，來。人结拜相替，高得去就好，不必一此。好，我看见天书下东用办，我此有打算。驸马，快睇嚟，顺便欣赏啊，家下啲书封下天书，下嚟，好像事情不掂了。好是当真，啊！带路前往。天你老爱哎呀！哎。见贴啊！狗姨，爸，狗姨，哎，狗姨呀！
是电梯啊！嘿啊，太爸，你看鸟的呢？也没看过吧？马上一不应来，将身送了啊！天堂喜啊！来到天庭来，看那太监呐，你也见父，因父，我爱你呐。我係天神，我屬妖，我要幫你干擾。青年，恋愛就應多啊！哦，我要去應付開陽咯，有太貴，細貴。強勁你係愛你，娘主公拿卡把打不你死。太公不會一時間有色挑動，暫為不田。南地區係真田還係假田？犯錯，用辦的呀？前世將其阿才後發言。遵命。啊，你要怎麼幹？你要怎麼？怎麼？驸馬，我看太爸是真經寶典的，已經會用辦正好。真田假田，我自有打算，只不過也下我得到天書，怕係困難的。我個人想嘅辦法正確。不如驸馬上天稟報父王，天書嘅事情，以後再來打算。就以公主。家門內先啊先，聲啊老公。叫我做什麼？家門內先啊生，路平有幾多3800里哦，先生啊，姑娘啊，上啊了，下流，呀呀吹，我做鬼，紅了做什麼啦啦？哎呦呀的喲！姑娘家很良善，一個錯一個錯，夫妻和樂就係兩公婆。嘿那阿老公，我只愛數年別休，你才朝為官輕重。哎呀，今日咁咩嘢？哎呦，我就卡言談，我看唔別，喊你都看馬啥？今日該兩風台。哎，唔怕啦，嘅妹啊，一錢要孝，應該做嘅細路，也要好可啊。父親母親，父親，你哋出去上，老愛家出去，係嘛？哎呦，我當然盼得難看啊！阿妹生來安講得多，
下礼拜啊，你嘅物价有几多来哦？夫妻意，莫介无忌，我是千金小姐，怎会安样喜意？哎呦，我讲实话啊，佢搭相忙嘅驸马，行过夜来做市场嘅，奇怪咧，你从来就唔是本人靠油，你下喊我嚟跑骗人啊？哎，我请你两人准备有啥忙啊？夫妻意，你吩咐本爱见嘅拍夫，我带定你。爱见嘅两线太顺呢，你准备好咧？你好，时间不早，赶紧来一说水记。赶脚来去。来去老夫猜呀潮，为干那见马，为其在呀兄啊，风卷那命啊。你是啊，一大平，该父啊，你啊，完全啊，落花样啊，来比你啊。老爷，今日因你为老莽夫马做说，你为何面带忧愁？唉，夫人你有所不知，国王传旨莽夫马做生意，家来的有4个月，那完全就系被人包太风暴嘛。